看你找死！你个废物还能怎么样？你还敢打我不成？放开我！我告诉你，老子能在京城立足也不是吃素的。你今天敢动我一根毫毛，秦家也保不了你。真是好大的口气！对呀，真是，你快救我！这个人无缘无故打人。放开他，交给我来处理吧。怎么，你也想多管闲事啊？林先生，你放心，我表姐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，你把人交给她，肯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多谢林然战士相救，看到了没有？你个废物想动我，你得有这个本事才行，要不然你就乖乖忍着。大人，你。